大家好，易經第21講大啖咬、大啖食嘅火雷細坎卦係未講完嘅。咁火雷細坎卦有六爻，六爻我都未講，咁點算講完呢？咁21係好嘅號碼喎，希望大家仲記得同埋運用得到啦。恒生指數成分股一共有82隻，咁呢82隻恒指成分股，無論喺市值、流通量、行業代表性各方面都係好有實力嘅。咁將呢82隻恒指成分股各自嘅號碼加起嚟，咁我係依易經有64卦，係1至64啊。咁我只係取1至64號股票號碼相加，如果超過咗64，咁咪再加咯。例如你嘅手機號碼加起嚟係65，超過咗64啦，咁你咪將65再加起嚟變成11，11就係代表號。總之就要喺1至64呢個 number 範圍以內，咁1至64呢個 number 已經包含咗天地萬事萬物嘅變化同埋吉凶噶啦。咁呢82隻恒指成分股嘅股票號碼各自加起嚟，一共出現咗26個情況。大家記住係26個情況。咁例如有1、7、9、15、18、22、36。咁我哋嘅主角21當然係呢26個情況裏面啦，而且出現嘅次數係9次咁多啊，個百分比係4成，係非常之高噶。咁足以證明21呢個號碼係好強勢嘅，係值得參考。好，保羅爆易經一個秘密，易經第21火雷細坎卦其實係易經教嗰啲上大人。咁呢啲上大人如果喺國家，咪就係主席、總統、國王咯，教佢哋如何制服嗰啲唔順攤、唔合作、唔聽話嘅人、勢力，甚至敵對方啊，夠刺激咧。嗱，雖然話刺激啫，但係中國人始終都係講和平嘅，守住和平方向，心裏面平和，所以咪命長可享永年啦。但係打擊對手、對方嗰啲手段係要有嘅，要嚟旁身。咁易經喺本卦嘅劈頭第一句就話利用獄，獄監獄也。咁喺監獄之前咪就係執法咯，透過法律嘅工具送嗰啲犯人、罪人入監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話台灣有事就係日本有事，咁中國政府梗係馬上攞出1943年中國政府、美國政府、英國政府三國領袖嘅開羅宣言。咁呢個開羅宣言就說明咗：一、日本係侵略國，必須投降；第二，日本侵略國侵略所得嘅，例如中國東北、例如中國台灣、澎湖，必須嘔翻出嚟，就算食咗落肚都要嘔翻出嚟。咁呢個宣言係共同協議與公告，有齊晒法律嘅性質同埋效用嘅。所以台灣於日本係日本呢個戰敗國嘅罪證，亦都係日本呢個侵略國、戰敗國嘅恥辱。此外再無其他，台灣與日本真係關你了事啦。所以絕唔係中國人好煩容易嬲，而係日本有啲人想反黑為白，咁梗係訴諸於法律嘅事實，將你數臭啦。人係高級動物嚟㗎，高級再能夠明事理啊嘛。咁喺美國一樣有法院新聞，美國嘅最高法院就判決咗特朗普政府所濫徵嘅關稅係違法，要特朗普政府將呢啲關稅嘔翻出嚟。呢個特朗普其實係好冇面㗎，只不過佢面皮厚，刀槍不入。咁我梗係希望有人。呢啲人梗係有心人啦，去揾證據證明呢個特朗普係叛國。嗱，其實一啲都唔難嘅，只要你證明佢所做所為嘅動機唔純粹，有自私自利嘅一面，甚至係為咗自己背後嗰啲利益集團所謀，咁就已經成事噶啦，而唔需要話用支槍去射殺別人咁激啊，咁激係解決唔到問題噶。保羅再講一次，易經嘅火雷細坎卦係易經教嗰啲上大人。咁易經時期，中國未有統一嘅國啊，周圍都係諸侯同埋部落族，各自為政，咁梗係多
反對方啦。易經就係教呢啲上大人如何治理嗰啲唔聽話、唔合作嘅人、勢力同埋敵對方。咁講翻日本啦，日本喺政治同埋軍事層面方面係有野心勃勃嘅團體嘅，咁佢哋對中國並唔友善。咁你用法治，佢刀槍不入，治佢唔掂，咁點好？易經火雷噬坎卦喺初九爻時就馬上提出滅子，滅子就係將對方呢兩隻腳趾消失。咁保羅真係睇過一出由張繼聰、譚耀文主演嘅港產片，呢部港產片當中有一個情節就講到黑社會用鐵錘揼碎咗張繼聰所飾演角色嘅兩隻腳趾，令到張繼聰所飾演嘅角色殘廢，亦即是話用腳趾嘅重傷嚟到限制對方嘅活動。咁現在國際政治上邊講得最多嘅咪就係封鎖咯，封鎖台灣海峽，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巴拿馬運河，封鎖克里米亞半島，封鎖宮古海峽，喺你腳上面戴電子腳鐐，斷你嘅供應鏈，亦即是話令你受困受阻。我冇殺你啊，但係已經殺咗你2/3，你係死咗一大半㗎啦。問題係我仲真係試過唔用兩隻腳趾去行到喎，冇殘廢喎。咁係唔係要用個鐵錘揼爛埋腳背上邊呢一條骨，令到成隻腳冇力而殘廢呢？咁呢個問題真係要問下啲骨科醫生啦。總而言之，滅子用到滅子呢個手段已經係好毒噶啦，但問題係你封人條路，斷人嘅供應鏈，其實就已經係大戰嘅開始。所以2026年人類係好接近世界大戰嘅，接近到一步嘅距離都冇啊，只有半步之遙。咁我會俾你殺咩？我會俾你斷我供應鏈咩？我梗係反抗啦，反抗咪大打出手咯。所以易經喺6二爻時候就話誓夫滅備，滅備我喺易經平天下一棚牙可以喺風水嗰一集裏面已經講過啦，而家唔重複，觀眾自行查閱啦。咁火雷噬坎卦本卦講嘅都係爻同埋食，其實就係借爻同埋石講到將唔合作唔聽話嘅人、勢力、敵對方，甚至係嗰啲犯罪嘅人嗰啲皮剝落嚟食咗佢，咁係冇斯文可言噶啦，根本係大打出手之事。食人嘅皮，咁有人就話啦，皮好食咩？咁其實係睇你點處理點煮啫。片皮鴨，鴨皮好唔好食啊？乳豬好唔好食啊？咁梗係好食啦。咁喺易經係好多卦都講到食人皮嘅，咁保羅慢慢再講俾大家聽啦。中國人食皮嘅文化完全可以喺易經裏面印證得到。咁保羅而家講埋歷史，做埋歷史佬噶啦。只不過中國人食鴨皮、片皮鴨，食乳豬、食柚皮、食魚皮，竟然係從食人皮開始。好，回說易經，咁以法治送佢入獄唔得，小懲大戒嘅滅子唔奏效，甚至誓夫剝咗佢層皮嚟食，攞咗佢條命啦，佢都唔服。咁易經點睇啊？有冇睇法啦？咁保羅往下將6、3、9、4、6、5三支爻嘅爻辭一齊嚟睇，大家請睇呢三支爻嘅爻辭。吓，食晒乾咗嘅肉，真係要食臘肉啊？係啊，只能夠當係食臘肉咁，大啖咬，大啖食，用牙齒齒開佢，又啜下佢，吮下佢，又用口水浸下佢，總之就係俾多啲耐性出嚟消化咗佢。仲有啊，易經話一路食臘肉嘅時候，亦即是話一路對付呢啲衰壞惡嘅人嘅時候，仲要懷住享受嘅心情係享受啊。咁有人就話啦，吓，你講緊對付啲衰壞惡人喎，你仲話享受，好似你變態多啲喎。各位閣下如果有正義感，嗱，我講緊嘅正義感啊，而且你嘅正義感得嚟係疾惡如仇，有咁高嘅道德，你就會明
我講緊乜噶啦？你疾惡如仇，而家又真係對付緊啲衰壞惡人，咁你唔係喺度享受又係乜嘢呢？易經講食臘肉，好似講咗另一回事，實情就係講緊同衰壞惡犯罪嘅人繼續喺度糾纏，繼續喺度鬥爭啊！有人話我玩下試下。真係畫出火雷噬坎卦去問吉凶，咁保羅喺易經平天下一棚牙可以係風水嗰一集裏面提過啦。火雷噬坎係易經第21卦，21係好 number， 而火雷噬坎卦講緊大啖咬大啖食，根本就係講緊勢如破竹，係勢如破竹啊！如果你問感情，只要你伸手出去，包你有着數。講事業，你返工好，做生意好，都話勢如破竹咯，咁梗係好啦，仲使乜講咁多啊？中國幾千年嘅歷史，歷朝歷代都係講究法治，講法度啊，強調嚴刑峻法，而懲戒罪人嘅方法真係可謂五花八門啊，令到有意犯案嘅人、罪人聽到刑典兩個字都為之喪膽，咁係啱嘅，好嘅。咁大家真係要諗下嚴刑峻法嘅背後同內容係有疾惡如仇一層嘅意思。除咗疾惡如仇，各位又要諗下好人一個做乜去犯案，做乜要去干犯罪行啊？嗱，呢個真係問題嚟噶，仲係社會問題，咁梗係要喺社會嘅層面去處理同解答啦。例如公開調查報告，公開譴責，送佢入監獄。咁中國近代史上有文革時期，有替嗰啲唔聽話、唔合作嘅人與團體定性為反革命、反動派。咁亦即是話，我喺度推動緊全面發展嘅向好嘅革命，你就扯我後腿，又唔合作，我就啱晒，你錯清光，咁我梗係要嚴刑峻法去對付你啦。咁2026年嘅今日，國內國外有冇反動派、反革命？咁梗係有啦。嗱，以色列呢個國家，我喺今集唔講，我會係開一集去講佢嘅。而日本某部分嘅人士，我哋稱之為右翼團體啦。嗱，佢哋係好有興趣去做過河卒，佢哋啊野心勃勃，甘心去做一支槍，去做啲機關槍去射人啊！去射人喎，嗱，性格係好得意噶，咁梗係由得佢啦。而對付呢一類日本右翼人士，一定會一如易經喺火雷噬坎卦講嘅程序同程度。日本呢啲右翼分子嘅野心同埋頑抗，中國對佢嘅反制局勢係會逐步咁升級嘅，甚至一觸即發。但易經係攞嚟實行噶，唔係淨係得個睇字同埋講字，大家拭目以待咯。咁今集完，再見，請。